我而家係猜猜畫畫時間，請大家睇下邊個估得最快，估到我畫啲咩？我覺得已經估到吧。我覺得我畫得好似，我覺得已經畫得好似，我覺得已經畫咗一大部分嘅精髓出嚟。有冇人知道我畫緊啲乜嘢？完全同完全同園長一模一樣吧 ？OK， 明白，完全知道呢個係邊個吧？一模一樣吧？生得一模一樣吧？睇唔出咩？喂，點會睇唔出啊？佢完全就係已經成個形狀就畫咗出嚟咯，點會睇唔出啊？成部圖，你哋太冇藝術修養啦！呢個咁出名嘅名人，你哋怎麼可以不知道他是誰？可惡，我仲畫得一模一樣，簡直係一模一樣啊！一模一樣喎，咪係咯，見到 Superman 係啊，咪就係我哋拿破崙蛋糕嘅創辦人拿破崙。呢幅唔賣翻1萬歐，對唔住自己，完全同園長一模一樣吧 ？OK。